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0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2篇，哈巴谷书第2章12节到20节，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9节到第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假冒伪善。假冒伪善可以说是假好的人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虚伪，或者我们说它是虚情假意，也或者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容。总括来说，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为人不够真实。就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说，就是他的生命没有见证。不但如此，更以虚有其表的生命来展现，生命的内涵却是完全相反。昨天我们在主日的信息里面听到了真心爱主。经文路加福音提到了那个税吏撒该的事情。他在耶稣基督到他家之后，决心改变了。牧师也同时引用了马太福音第21章28节到32节的经文。经文里面说到2个儿子，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。这个大儿子呢，先是对父亲的交代，他推辞，但是后来他马上又还悔，听了父亲的话去做工了。然而小儿子却是满口的答应，可是他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，只有表面功夫，没有实际的行动。耶稣基督要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，因为上帝是那个灵，这个灵就是透过圣灵来创造，上帝透过圣灵来赐福，来保守。我们若不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接纳与赐福。英文有一种说法叫做 That's just a saying， 那只是一种说法，或者我们应该直接的说，那只是一种借口。很多时候是出于不是出于真心的，是不真实的。因为耶稣告诫我们说，你们说是就说是，若是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近来因为选举的关系，有一些现象发生，他们的一些做法跟说法，政治上来讲，就是一种叫做话术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呢，以非真实的谈话内容，试图来转移焦点，却不愿意诚心实意的来面对。哈巴谷先知这样说：你遭殃了，你以罪恶建成，你以凶杀立意，你所征服的国家，他们的劳碌尽归徒然，他们所造的都付之一炬。这是上主万军统帅的作为。但是正像海洋充满了水，大地将充满对上主荣耀的认识。你遭殃了，你在愤怒下误入了你的邻国，你使他们像醉酒的人摇摇晃晃，你也将饱尝耻辱，失去光荣。你自己要因酒醉而步伐蹒跚，上主要使你喝你自己受惩罚的杯，你的光荣将要变为羞辱，
你砍伐了黎巴嫩的树林，你现在要被砍倒了。你杀戮了林中的动物，现在这些动物要惊吓你。这事会发生，因为你杀人，你侵犯了世上的人和他们的城市。偶像有什么用呢？他只是人手所造的，除了说谎，他说不出什么来。照他的人去相信他，到底有什么益处呢？他连说话都不会说，你要遭殃了。你对一块木头说：“醒来吧！”你又对一块石头说：“起来吧！”偶像能够启示你什么呢？它也许有金银包裹着，里面却没有生命。上主在他的圣殿里，地上万民都应该在他面前肃静。以色列人，他们追求的不是真实的上帝，他们所敬拜的却是人手所刻的偶像。他们人手所刻的是经过人雕磨的，我们说死的木头、硬的石头，外表金碧辉煌、亮丽的外表，这就是假冒，就是伪神。许多非基督徒的朋友都喜欢说，宗教呢都劝人家为善，那敬拜偶像基本就是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宗教行为，我们这样说一点都不为过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书信当中所提到的那些犯奸淫的人，保罗所指的并不是讲外邦人，却是针对那一些自称为选民的犹太人所说的。这样的人不就是假冒为善吗？一方面以选民自居、自傲，另一方面却活得比外邦人还要糟糕。圣经这样说：从前给你们的信里，我告诫过你们，不可和淫乱的人来往。我并不是指的异教徒中那一些淫乱、贪婪、盗窃和拜偶像的人，除非离开这个世界，要跟这样的人隔绝是做不到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不可跟那一些自称为信徒却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别人、酒醉和窃盗的人来往。这就是要跟这样的人同桌吃饭也不可以。这是保罗所提到没有办法接受的一群人，是假冒伪善的，没有实际真实的生命。保罗又提到说，我的责任不在于审判教外的人，上帝自然会审判他们。然而，你们不是应该审判教内的人吗？正如圣经上说，你要从你们当中把那邪恶的人开除。上帝将要弃绝这一些披着羊皮属于恶狼的犹太人。基督徒应当被提醒学习撒该，以真诚的心来悔改，来爱人，来敬拜上帝。诗篇142篇，我恳求上主的帮助，我高声向他呼求，我向他吐露一切的苦情。
我向他陈述一切的患难。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他知道我该做的事。在我行走的路上，我的仇敌张开罗网要陷害我。我左右观看，找不到朋友来救助。我找不到逃脱的路，没有人关怀我。上主啊，我向你求助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。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，因为我沦落在绝望的境地。求你救我脱离欺压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大。求你救我脱离灾难，让我能够颂赞你的名。义人将环绕着我，因为你恩待我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真诚的敬拜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上帝眼中所喜悦的仆人，也让我们以生命来见证我们是属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